如果有人問你，你想請一個乜嘢嘅人啊？你會係有呼吸就請，定因為有啲指標令到你嘅準招募知道，哦，原來你係想請呢啲嘅人嘅。呢度俾大家3個指標，令到你嘅準招募知道你嘅要求啊。第一，無限開拓嘅能力同埋願意上內地。縱使團隊可能有其他嘅配套資源，但係咧主要揾客嘅途徑咧都係嚟自你嘅無限開拓，同埋咧你係願意上內地發展你嘅人脈嘅。第二，學習能力。學習能力唔係淨係每年滿足 CPD 嘅要求，就好似而家我哋除咗學習香港嘅稅務之外，都需要學習內地嘅稅務啦，或者甚至乎海外嘅稅務嘅。當中亦都包括最基本嘅投資啦，同埋醫療知識等等。所以一個願意學習同埋學完之後咧，能夠應用得到出嚟嘅技能咧，係非常之重要嘅。第三就係誠信啦。誠信咧就係合規以上嘅一個操守要求。呢一個狀況咧嚟到避免咗任何嘅灰色地帶啦，而當中有啲咩嘅狀況咧，而導致上線咧有任何嘅風險嘅情況嘅。咁所以咧記住呢3個嘅指標：第一，開拓能力；第二，學習能力；第三係誠信嘅。希望呢3個指標咧都可以令到你俾到一個能力啦，同埋個合作期望你嘅未來夥伴嘅。